来看国内消息，大港大厂广达的往年会，昨伫南港展览馆举行，开规程都有几万名的员工参加。广达的董事长林碧丽呢，也光剑出场，霸气宣布，旧年伫 AI 市场卫冕第一，所以讲留8个30万的大奖了，搁加10个30万的大奖，或者当然有够欢喜。广达的尾期嘛，请歌手500来唱歌，气氛是有够热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500把手摕起来，大家拢真希望徛伫咧颁奖台，安那到底是谁要来抽大奖？广达大家长林百里董事长和梁慈珍副董事长出场。广达董事长林碧丽和副董事长梁楚晴也讲剑，剑指广达今年又搁第一。广达董事长林碧丽摸红色的围巾来只报喜。广达又第一啦！虽然不好意思，还是要讲出来，因为都是你们的功劳。要感谢员工林碧丽，那动一支嘴，伊念了第一，动手送奖金。欢迎广达男神林百里董事长！30万，10个。30万，10个！谢谢林董事长。林碧丽抽出8费30万的头奖，佮加码10费，一枚也出去的总奖金超过5000万，佮较互林碧丽欢喜心的代志是8年寒窗啊，磨一剑 AI 超级电脑，今年就要出产了。林碧丽宣布，广达研发的超级电脑，今年喊出全力打，继续摕第一，成为辉达 GB200晶片主流大工厂，加上 GB300有机会伫咧第3季出货。林碧丽真有信心，就算金龙年过去，广达同款继续金光闪闪抢头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